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即马时间要已经到啊吼，咱来串联今日的信息。信息咱要唱2首吼，啊，希望大家逐摆咱串联诗歌的时阵，就爱想讲咱等一个敬拜礼拜的时阵，当咱即马学会晓啊，吼，啊，等一个先练习一下，啊，等一个礼拜的时阵，咱就真正吼用心。好，用咱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啊，咱就会当融入吼，咱先甲伊练会晓，咱就咱融入啊。等一下在吟诗的时阵，你就会进入那个礼拜，好那个用心的感觉啊。我们今仔日有2首吼，拢算熟啦吼。啊，第一首是等一下要唱的幸哉幸哉，这是应该咱足熟的圣诗，咱先听，从前奏开始，我们就可以接着唱。这让我们进入一个礼拜的感觉。来，这回来吟。要阿妹吼，啊咱这首咱足熟的，咱就唔免搁练习啦吼。但是咱大声来用婀娜的心，哦敬拜的心来吟。啊，第2首是咱听了正道吼，听了咱的讲道，牧师讲道以后，咱要唱的回应诗。啊，这首呢，透早去也好静，咱来先听琴一摆，可能就会足记哩。就会当记得这条一歌，这是夜好静，用温困甲日情，日到白天的意思啊，半晡也无停，就吞润到丢色吼，到手，欢心听候修行，5个修倒来，5个修倒来。这是咱这首诗吼，我细汉的时阵听到这首诗，我就感觉足趣味，因为吼，我们那个小时候我得念这个敦化国小的那个做操就是早上朝会的时候，就要我们唱说，卫生第一条。洗手记得牢，什么？你们知道啊？真的知道。然后这是什么？我再讲是饭前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手。好，饭前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手。所以我那个小时候我听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不是诗啦，这是卫生歌啦，哈，这是学校的卫生歌啊。那所以，可是你会很开心，就是你在礼拜的时候，就是哦，小时候在学校唱的歌，现在也是做礼拜爱唱啊。放在这个歌词里面，其实这个是诗篇哈，就是说，流泪撒种的人欢呼收割庄稼。好，他从这个诗篇126篇这样子的内容啊，写这首诗的歌词来写着，他就是用这个想法，但我不知道。总之，我相信是敦化国小用了这首诗啊，然后因为这是18几年的作曲，好，那可是呢，他真的就是用提醒你，你早起去夜好静，吼，去夜静的时阵，你就会想讲之后5个收回来。好，你就会欢喜、欢呼、快乐的收割庄稼啊！这个很激励人心，我感觉这就
一步一卡印的感觉啊，就是会很激励人心。所以咱用这样子的心情啊，等一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歌词看一下，好来。日到半步，吞润润到潮湿，关心天下修行，主的话语日时，我多数得来，我多数得来，我多数得来，主的话语日时，我多数得来，我多数得来，我多数得来，主的话语日时，我多数得来。第二节，好天气也好，风雨也唔通停。虽然乌云也密，也是无形天。工课若做清楚，即时就通休息。有无？虽然有危险，不见花落山。好，咱练习到这，准备先来做礼拜。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客家宣告奉献主日，也是幸福家庭主日，也是咱爱约定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奉献甲代祷。咱即马开始，咱今仔日礼拜，请用安静敬虔的心来开始，祷告。
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请起立。这是咱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受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整个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对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用启应文第1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噬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互我囥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记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路步。拯救我的上帝啊！
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同心来祈祷。我伫天灵的爸，阮感谢你，对早时以色列人的诗篇祈祷，因就知上主是光，是拯救。到今仔日，阮犹原知你是阮的光，是阮的拯救，因为你是世界的主，是历史的主，是阮代代的帮衬。阮知众山还袂扫洲，受造大地甲世界还袂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我要为着阮所徛的土地，这个世界，也要为着阮所受一切的阻碍，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主，阮也要为着你的怜悯甲慈悲来感谢你，因为你差遣独生圣囝救主耶稣来到世间，互阮得救，成做你的囝儿，也互阮了解世上上大的疼痛。当阮伫你的面前，阮就安然自在。你的阳光、稳定甲疼痛，互阮得到自由。主，阮感谢你，互阮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参与上帝稳定拯救的计划。阮特别爱感谢你，伫1875年，150年前，差遣马偕牧师行到即个当时叫做石口的所在，而遮来建立教会，互阮人见证。相信上帝真正是阮代代的帮衬，也是将来的盼望。但是当阮受起伫马偕牧师是一个尽忠的奴仆，代代阮看到足侪忠职甲你的奴仆为主做工，阮就感觉惊吓，因为你互阮伫即个上山教会承接对马偕到历代牧师忠职甲信徒所做工。你所交代的责任遐尼大，但是阮所做的遐尼少，阮就伫主的面前感觉见笑甲惊吓。主，阮要求你的赦免。主，阮常常会记得，你是十字架顶的主，也是国外的主，你是超越的主。你要将忧伤变做安慰，将痛苦变做盼望甲喜乐。阮真正要感谢你，拣选阮卑微无路用的人，会当成做你救恩的记号，互阮会当因为安尼认捌即个疼痛，也因为安尼，阮感觉阮有足大的责任来回应你的恩典。主，求你呼召阮、使用阮、装备阮，互阮会当成做主你尽忠尽力的关家的奴仆。我嘛要因为伫主的面前服侍，感觉欢喜。主，求你甲阮同在。我嘛要为着即个世界足侪的痛苦、病痛、死亡，来求你向你恳求，求你怜悯世间人，求你显明你的公义，互阮看起上帝国的降临，互阮感觉伫地灵亲像伫天灵。主，阮将阮的教会、将阮的厝、阮的家、将阮交代伫主你的面前，求你继续使用阮、教示阮、甲阮同在，互阮知影安怎甲主同行。阮的手所做的工，求主你坚固伊，愿主祝福保守你的教会。主，阮即马排列以上的祈祷，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1章14节到15节。罗马书第1章14节，无论是希腊人避开，无论希利尼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愚戆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在地我拢便便，要用福音说传互恁住伫罗马的人。请赖德清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为主的客家。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客家中会的总干事，我叫做赖德清，赖德清牧师。我将今日圣经再搁读一摆哈。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过来，这是客语哈，因为无论对嘛嘅人，迄文明人，也迄盲开发嘅，迄聪明人，也迄愚妄嘅，我拢总欠其人嘅债，所以我必切爱将了福音要传俾你哋在罗马嘅人。这是客语吼。爱就是我啦，言就是你啦，通就是听啦。我即摆问你讲言啊，通会事无？你听有无啦？你讲爱啊，我爱通会事，我听有啦。啊无你着讲爱通毋是，爱通毋是。感谢上帝哈！今仔日咱咧讲，今仔日圣经在伫遐讲，无论是聪明诶、愚妄诶，我拢欠伊福音诶债，所以。保罗讲，我着迫切传福音，那亲像我欠人钱共款啦。各位兄弟姊妹，你欠人的钱，你暗时困敢袂平安啦，你着紧来还钱啦。所以保罗就是讲，咱传福音安尼迫切的心，因为确信福音要互人带来丰盛的性命，所以伫遐要有迄个迫切的心，那亲像还钱共款，还福音的债。保罗传福音的态度，第一，伊家己是罗马的人，所以对罗马传福音特别有亏欠。咱有听着咱讲要去非洲啦、去欧洲啦、美洲传福音，我讲真好真好，毋过你毋通袂记的，你是台湾人啦，你是台湾人，所以你传福音嘛，伫台湾是第一要紧的。第二，咱保罗传福音，第二，伊尽力尽本分，伊讲。今仔圣经在底下讲，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我是尽我的气力啦。毋过咱免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咱尽咱上帝互咱的恩典，尽咱的本分，尽咱上帝互咱的恩赐，咱来传福音。所以咱免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咱忙做。伫圣经内底，马太福音主人吼罗卜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这就是主人互你的恩典恩赐。迄个5000个就照即个本钱啊，去搁趁5000啦，2000个搁照即个本钱搁趁2000呢。啊，迄个1000个吼，将迄个涂骹甲挖互开哦，甲抬落去啦。两主人转来时，伊就原封不动来还伊。主人就讲：迄个5000个、2000个，你是良善搁忠心的奴仆。伊讲：迄个1000个吼，你是笨蛋的奴仆。你足笨蛋，你是笨蛋的萝卜，所以讲兄弟姊妹，照上帝互咱的恩典，咱照咱的本分来传福音嘛。今仔是客家宣教主日，客家是啥物意思呢？一个族群经过战争、风土生存，甲其他的族群征战，离开家乡，找到一个所在安居乐业，徛起落来，所以客家真做伊的名。客家比原住民甲河洛人来到台湾慢一点点啊啦，慢一点点啊，就互人讲是人客。但是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伫上帝家拢无人客，来到咱的中间，甲咱三个敬拜上帝，拢是上帝的家一份子，拢是主人。咱的中间拢是主人，无人是人客。咱是兄弟姊妹，咱是上帝的家一份子。
咱用一点点仔时间来，搁一摆来熟悉客家的文化。就侪人讲客家甲我足遥远的呢，我讲无啦，你拢食客家的物仔呢，吼，你拢食客家的食物。客家的食物有一个特色，伊就真芳，真有味，食一点仔饭，就会当食一点仔菜。有一摆我去屏东的内埔做人客，透早起来就煮一道菜。食饭，我讲啊，毋是爱食糜吗？伊讲无啦，食糜10点就腹肚枵无效，着爱食饭，咱做工课才有气力。所以啦，客家菜是非常的务实，咱会当做有气力来做工课。拄开始闽南人呐、河洛人呐，将即个腹肚猪啊、肠啊、肚啦，即种菜拢甲猪肠、鸭肚即种物件拢甲单调，拢食肉尔啦。客家人足欠的，想的，安尼足无菜，拍算呢，就甲料理看卖来。什么种这肠啊、肚的菜，拢是客家菜，咱拢食甲足好食呢吼。酸菜猪肚汤，梅干扣肉，葱爆鱿鱼，伊讲客家小炒呢吼，对，好。姜丝炒大肠，即种肠仔菜绝对是客家菜呢。客家咸猪肉，这嘛是客家菜，鹅油焖笋，你去用糜吼，足侪鹅咧吼，鹅的菜，鹅油焖笋，韭菜鹅肠，这肠仔吼，咱客家的妇人家足骨力，洗甲足清气呢吼，对好。客家擂茶，我讲乡亲啊，咱是安怎擂茶嘛叫做客家？伊讲吼，咱咧闽南人吼，好多人足讨济，咧厝内剩3叶茶叶，2粒红豆。4粒土豆，这拢甲淡掉，剩迄无效。客家人想想足无菜呢吼，就甲拢研做粉啦吼，透滚水啦，毋透一点仔糖，拢食咧腹肚底，咱就是欠啦吼，咱就毋通讨济。所以客家擂茶本来是厝内有啥物物件吼，剩咧拢总甲放做伙，甲研做粉来甲食落去。后尾仔就发现讲，安尼3分这2分这1分，安尼较好食呢。所以今仔建做比方啦，叫做黄金比例。所以客家擂茶是安尼来呢。花生油、土豆油嘛是咱的乡亲开始拄来全台湾拢食土豆，毋过呢发现讲土豆甲煮落有油走出来，炒菜足芳，所以咱的客家的先民就开始来用即个土豆油。如果用即个石头甲煮落去，过来发现讲石头着爱圆较好煮啦，所以呢，咱亲像车恁的是油车啦吼，用油车去饲土豆油。桔仔。客家人足爱食桔仔呢，你去客家庄吼，足侪甲你讲桔种桔仔，甲拍做姜啦吼，足爱食桔仔吼，所以咱我今仔嘛有摘一寡桔仔吼，桔仔是好食的物件。我问讲乡亲啊，是安怎食桔仔呢？伊讲大吉大利，安尼知吗？我讲对吼，所以咱是食客家足爱食桔吼，桔。客家花布，我今仔有摘2块，摘几块客家花布吼，迄块是上传统的。迄个是上传统的吼，我住伫关西吼，客家中华事务所伫关西，咱的敢若一间布店啦，迄间布店要专门咧卖即块布。我讲较真搁咧卖即块布，伊讲着是爱用即块做枕头布，搁配单，安尼才是正确的，别项拢无正确，所以就是做上传统的，就是即块吼。即10几年来，政府讲吼，油桐花就是恁的花啦吼，就是恁的花，所以呢，咱即卖客家花布有油桐花。无毋对，关西规个山，那季节到的时候，规个山拢是油桐花，所以事实上是无毋对，油桐花是客家的花，这个延伸的吼，所以客家花布也是做客家的文化的一部分。我讲乡亲啊，客家是安怎咱着客家花布呢？伊讲拄开始吼，即块布歹去吼，甲加掉；即块布歹去加掉好，搁甲连做伙搁添啊，咱着欠的吼，搁添做伙搁用啦吼。所以迄布安尼花，所以就几啊种花色嘛，所以花布啊，咁即摆客家花布拢是完整的，所以我讲即摆客家花布，因讲即摆客家花布即种缝补吼，叫做拼布贴布，即摆叫做艺术，爱了解吗？即挑工的，一块一块安尼吼，无共款拢甲添做伙，即摆变做艺术品啦吼，拄开始其实是因为欠啦。客家花布吼，这拢是客家花布哦。台湾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的文化、河洛的文化，合起来叫做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精神、客家的精神、原住民的精神，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
台湾的精神内底的核心内底有客家的精神，客家的精神的核心是应景精神，应景颔棍足定的。我讲乡亲啊，是安怎叫做应景啊？伊讲颔棍足定的，就是绝不低头。安尼颔棍足定，当然无得低头啊。哦，所以绝不低头。所以客家的精神是坚持、坚定、坚持、勇敢。我想咱今仔台湾拄着足侪困难，秉持着客家的精神，伫遐咱勇敢向前行啦，坚持落去。所以客家的精神是台湾的精神内底一个真宝贵的部分，咱也应该爱甲伊传承落去，甲保留落去，坚持、坚定、奋斗。咱还佫一个熟悉客家人，是安怎咱甲客家人传福音的？客家就是客家 HAKK， 是安怎爱甲客家人传福音？咱就讲台湾人就好呢，吼，咱来熟悉客家。第一，客家人需要上帝丰盛的性命，客家人足欠呢。你敢有熟悉客家人？伊明明就比你较好养呢，伊比你较好养，伊佫足欠的啦。伊的血液内底 DNA 甲伊讲，较欠的啦。所以虽然足好养，嘛是又佫足欠的呢。我想欠是真好。毋过，咱的心无欠啦，我们的心不贫穷啦。咱伫上帝遐要体会着上帝属灵的丰盛。为什么客家的乡亲这么欠呢？因为过去啊，互好多人甲原住民，互好多人赶去赶去偏乡的所在，所以咱的客庄拢是较偏乡的。伫遐即顿有通好食，后顿毋知有通好食无啦，所以较欠的啦。所以伫迄个历史的阴影、饥荒的阴影伫遐咧影响咱的客家的乡亲。但是咱要将即个伫主要所内底诶属灵的丰盛，伫遐伫听内底已经受接纳诶即种咱诶属灵的大家庭，伫遐属灵的上帝的听，咱要体会着主诶温暖，所以咱要将即个丰盛的性命来分享给客家的乡亲。第二，上帝赏赐的平安要分享给客家的乡亲。咱有去客庄参观嘛，有足侪宗祠呢。迄个宗祠去敢若庙共款，毋过伊是拜祖先，毋是拜神明。伊是拜祖先，毋是拜神明啦。我讲乡亲啊，咱是安怎着爱拜祖先啦？伊讲祖先会甲咱保庇啊，祖先要甲咱保庇呢吼。咱过去吼，迄个好多人甲咱欺负咧，嘛，即摆祖先会甲咱保庇啊。所以咱要将福音来分享给客家的乡亲，信耶稣，互咱对迄个惊吓中要透放出来，也要互咱对迄个鬼神中、困迫中来透放出来。啊，要讲咱的乡亲啊，咱伫主的内底，咱耶稣基督的拯救，要互咱的祖先要伫上帝遐得到安息。所以咱免阁烦恼，咱祖先无通好食，无通好住，咱的上帝也要保守咱，将平安来赏赐互咱。咱要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透放出来，咱上帝的平安要分享给咱的客家的乡亲。第三，生命传承的祝福，咱毋通看轻客家人呢。客家人是足重视囡仔的栽培呢。咱今仔日台湾的政坛啊，是咱的医坛，足侪遮有名的人，拢是客家人呢。哦，咱的客家乡亲将所有的家庭的资源用心计较，甲栽培咱的囡仔，要互咱的囡仔会当出人头地，改变咱家族的命运啊！所以客家的子弟是最敖读册的。高雄美浓的这个所在啊，有一个永安路进士街，出足侪进士甲状元呢，搁一个博士村，出足侪博士呢。哇，咱的客家囡仔真敖读册。华联后林这个客家的所在呢，有出112个校长呢，有一个国小陈列讲，咱这个客家的所在，咱出112个校长，咱的囡仔真敖读册呢。所以客家乡亲是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啦。咱要将福音来分享给客家乡亲。圣经内底讲，主耶稣讲，将囡仔带到我面前，我要祝福伊；将囡仔带到我面前，我也要祝福伊啦。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客家乡亲啦。圣经内底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的囡仔带到上帝，带到主的面前，伊的认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的智慧就开展啦，智慧就开展咯，伊的眼光就远大咯，伊一生有正直的信仰品格，有伫上帝引带的正直的道路，这是咱做长辈对囡仔上大的祝福。所以咱要将这个好消息来分享给所有的客家的乡亲啦。
生命的传承，得到上帝的祝福，是非常的宝贵的好消息，来分享给咱的客家的乡亲啦。这是我画地图，我毋是画家呢吼。那我画这个画，咱台北咱有七星总会、台北总会，我画一个七星山，然后代表咱的和乐。咱的广大桃竹苗的所在，拢是客家乡亲呢，所以我甲画伫咱的咱南部有愈较百万遮的原住民，我画伫下骹吼。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宣告，每一个族群拢是共款要紧啊，无应该有欠一个族群，咱无甲底，无甲重视。咱亲像迄个拼图，逐个拼图拢甲拼进去才会漂亮啊。所以咱每一个族群，咱是拢非常要紧，咱的宣告是拢相是做伙来拍拼。我用这个圣经节来表示客家甲原住民的关系吼，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至亲，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至亲。客家甲原住民真侪所在住足近的啦，但是住得很近，命运不相同。住足近，但是命运。我有一摆去布农族港的南投，伊讲，阮南投这山区足侪客家人哦，阮拢甲伊团伙移民，拢来阮的教会做礼拜，阮的有一个小组560个拢客家人。哇，客家人甲原住民住接近的，但是我讲命运不相同，就是伫咱中华民国政府伫这10几年来对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的维护非常的多，我感觉非常好，应该爱安尼做。但是我感觉伫客语甲台语的部分我感觉做了无够。咱的文化甲语言的维护做得不够，客语甲台语的部分，我感觉做了无够。伫宣告的部分，我感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原住民的宣告有真侪协助，我感觉非常的好，这是非常好，正确。但是我感觉伫客家的宣告，咱做了无够，我感觉做了无够，我们应该再多走一里路啦。你讲我毋是客家人，这个代志甲我无关系。我讲有啦，你有一个客家心，你有一个客家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咱为什么讲咱欠客家宣告的济？咱来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副宣教版图，2024年咱本地教会748间，原住民教会532间，教会拢总1280间，这是咱的教会。本地教会有包括和乐甲客家。咱中华莲凤林台东慈善屏东内埔德坛中立东势，包括客家中会教会加起来40间，和乐教会708间，原住民532间。用咱台湾族群人口的比例来看，咱欠客家宣告的济。人口统计，5个人台湾5个人，一个是客家人呢。咱有400万的客家人呢，占台湾人口18%。你讲伫倒？我拢无看。我讲客家人就是你的身躯边，就是你的身躯拢无讲，伊拢点点。但是咱就是遮侪人，咱是台湾第2大族群，但是咱新住的人口只有6%诶。是安怎这么少啊？咱来看，咱的教会数，客家中会有21间教会，789，台北99，新竹53，台中78，嘉义75，台南85。我讲客家中会21间教会，寿山74，高雄66，屏东41，彰化43。咱讲奇怪，客家中会是安怎这么少教会？是安怎咱的和乐中会，其他拢是和乐中会啊，客家中会一个尔啦。安怎遮侪教会？因为咱足慢开始的啊。咱的总会用客家族群设立中会真慢才开始啊，真慢才开始。咱的中会设到几周年呢？咱七个中会、台北中会进前庆祝74周年。阿美族群中会庆祝90周年，阿美有3个中会呢，阿美、西美、东美。客家中会只有17周年啦，咱只有17周年。台湾去年庆祝60周年，客家中会只有17周年，咱真慢才开始呢。咱的中会设到几周年呢？寿山中会设到50周年，对高雄中会分出来；彰化中会53周年，对台中中会分出来。1933年，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同时升格做中会，设到92周年。客家中会只有17周年，对新竹中会分出来。咱是真慢才开始。客家中会是这么细，17岁少年家，无啥物财产啦，还袂大财啦，嘛伫遐搁咧大。但是咱若互伊营养，
伊的大汉，咱家己看生，咱家造就伊的大汉，伊会勇壮起来，会当诚做咱传福音的福音的伙伴，会当诚做咱的瓦克。以2023年的经常会吼，咱来看，这届中会是咱全台湾第1名的中会，咱是3亿2千万，所有兄弟姐妹奉献3亿2千万。倒数第4名是屏东中会1亿2千万，倒数第3名是彰化中会1亿600万，东部中会倒数第2名7500万，客家中会倒数第1名是3400万。因为咱足慢才开始，所以咱的经济较少。经济少嘛不要紧啦，咱着抄地了，忙做代志。毋过过去穷乡僻壤、桃竹苗穷乡僻壤的所在，即摆欣欣向荣啦。即摆甲过去已经无共款。桃竹苗房价低价节节高升，过去风高野外的所在，即摆众所瞩目，兵家必争。即摆所有的德北、所有的基督教教派拢要去设点，汉庙都要去起庙。过去遐拢总田，即摆起做拢总大楼，所以已经甲过去无共款啦。祖北因子拢田啦，即摆起到大楼。大台北人口减少，全台湾人口都减少，结果新竹桃园人口竟然增加呢？桃园2023年增加19770人，台北市减少42623人。难道是桃园的人口比较会生小孩吗？不是啦，是因为台积电带来了100-200间的上下游产业，因去遐上班啦，所以遐成家立业啊，底下啊，所以咱来看，台北市因为人口减少，少了一个副市长，但是桃园、新竹、苗栗人口是正成长，都是青壮年的工作的人口。今天我是要跟大家讲，咱要赚大钱吗？我们去桃竹苗的地方赚大钱吗？不是的。我们要说，现在大家都看到客家地区的发展，我们要为主得客家呀。桃园青埔高铁、新竹高铁是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底下上下游的产业带动的区域发展，但是遐个所在拢无到位呢。我甲咱讲过啊，台北过去是田，所以迄边拢是空旷一片，永远拢无到位。所以咱要为主得客家，做宣教的工作。桃竹苗空旷的地方，教会很少，我们的宣教要赶得上这个地区的演变，我们要赶上地区的演变。今天不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但爱为主赢得客家，因为这规片都是客家乡亲聚集的地方，但是外来人口大量涌进来，我们要赢得上帝国的产业。8年来，客家中会在苗栗头份设立了德胜教会，在桃园平镇设立了平安镇教会。我们最近设立了琼林教会，就是跟竹北连在一起哦，这个琼林的土地，但是连琼林连一间长老教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设立琼林教会，就是最近设立的哈。我们把这个买起来了哈，买起来很长哈。我们买1310万，透天2层，然后87坪，中红精修，我们设立了琼林教会。过去拢用租的啦，咱设立教会，结果3冬5冬就讲要甲咱大起价，无就讲要收转去啦吼，安尼吼困足袂平安的啦。所以咱即摆决定吼，一开始就甲买起，买起是对的吼。过无1冬人就讲加300万要甲咱买转去，咱买厝是对的，教会甲买起是对的。这是开工的时候的前面的相片了，开工礼拜的相片哈，对，这是已经装潢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设立礼拜了，琼林教会现在已经设立了。对，琼林礼拜最新的，我们刚刚设立的教会。我底下邀请咱伫客家宣教开拓事工有份于天国的投资。我嘛有一拍电话是你点倒的，嘛有一批饼是你邮出来，嘛有一块庄仔角是你家己搭起来。我搁讲一摆邀请咱伫客家的宣教开拓的事工有份伫天国的投资。有一摆电话是你点倒的，有一批饼是你邮出来，有一块庄仔角是你奉献的。投资咱就看机会，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客家联会的投资，互咱行福音的济，称做福音公司的股东啦。客家联会只有一个研教会，伫3高的4工顶面有所不足，所以邀请咱3角行。那有咱3夫妻，阮就无孤单了。每一个人尽上帝互咱的恩赐、恩典、快乐，尽咱一份快乐，咱的教会就要起做起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要伫遐空传，
咱每一人尽咱一点点仔会开啦，照上帝互咱的恩典、恩赐、能力，咱的教会就要起造起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要伫遐空传出去。因为地方的繁荣，上帝互咱客家的所在一个空前的机会。咱过去毋捌想过讲咱有即种的机会，因为咱草地嘛，但是即摆发展，所以咱有宣教的机会。我常常讲，咱的台北市的教会伫咱的地图吼，咱七星总会、台北总会，咱亲像即个领袖，因为咱的地图伫顶悬哦。即个中南部的教区就骹手共款，拢是足要紧的。毋过呢，即个桃竹苗的所在，伫咱的地理，咱亲像伫即个心脏的所在啊。心脏就爱用人才有活力的，所以我相信上帝圣神的开展，要借着伫桃竹苗的宣告事工的带动，也要祝福咱全台湾咱的教会的宣告的事工，要伫遐大大来祝福，来互咱有开展勇壮伫咱的宣告事工三角来拍拼。各位兄弟姊妹，我们血浓于水呢，400年来族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啦。我常常讲台语、华语、客语吼，字根相通啦吼。爱惜语，这是台语哦。客语讲爱惜语哦，爱惜语哦吼。你中昼食甲足澎湃呢，有安澎湃呢。你食饭未？有吃饭嘛？你食饱无？吃饱嘛？你身体健康没？有身体康健呢，真欢喜哦！伊讲动欢喜，改欢喜。你讲少年家，伊讲细阿哥的，你看迄字，你着看有没？你讲细妹，你也晓讲即句话，细妹按讲咧，小仔你足水的，细妹按讲，按姓印的是囡仔姓印的，按一世神梦里是多谢，感谢多谢嘛是多谢，所以客语甲台语华语咱拢是字根相通的吼，有机会搁甲恁上课吼，咱来当有一个客语。10几年前，我的先生伫国道3号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已经10几年。迄阵我搁伫基隆中山教会牧会，我伫遮甲大家说道谢。伫迄个时阵，为着阮的家庭祈祷，阮会当有气力，搁继续做上帝的工。我伫遮甲大家说道谢。我先生伫国道3号的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我甲大家报告吼。我甲大家报告，我有2个查某囝嘛吼。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啦，吼，AA 迄个姐姐啦，吼，我2个差10公分的吼。姐姐吼，即摆伫埔心教会客家的教会做传道师，伊也是做牧师娘，对。妹妹最近结婚啦，吼，嫁予一个法国人，所以甲大家报告，多谢大家对阮的家庭的关心，对。师长的走山的事件，互我体会人生就短，因为师长过世，迄阵才50几岁尔。毋过，咱互上帝用的部分，要进入上帝的应心。各位兄弟姊妹，咱为咱家己做足侪代志的，为咱的家庭付出，为咱的事业拍拼，逐工身体健康做运动，上帝拢大大赐福互你，互你享受着即个世界的快乐丰盛。毋过，这拢会过去，像过眼云烟一样，时间会过去。圣经说，就像云，风吹就散了。时间过去，就像云，风吹就散了。只有咱互上帝用的部分，要进入上帝的应心，咱就要把握机会。被神使用的部分会进入神的永生啊，神的永恒啊。互上帝用的部分是你人生的精华，这是要甲主上较进入应心的，你得把握机会啊！你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宣告。你有一个客家心，请你有份客家灵魂的得救。时间足宝贵啊！10几年来，我拢真努力，因为我感觉时间足宝贵。你的时间嘛是足宝贵的。跟大家分享客家民谣《天空落水》。天空那落水哦，阿妹啊，带到你嘛来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都给修来修去。我的女儿写了这首歌，2个爸爸，因爸爸过身的时读大学。
所以去体会着这10几年来上帝这个爸爸搁咧照顾伊，所以写这首歌，我甲大家分享。咱的中间伫爸爸节时嘛，足侪人无爸爸，毋过你毋通袂记你搁有上帝这个爸爸。我唱客语的吼，我唱客语的。我有相爱的阿爸，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无量，一个看顾条件的路。再分享一首歌，不好意思啊，再分享一首歌。客语圣诗260首，身体健壮，体力强，这是客语圣诗哦，美浓的古调，和大家分享这首歌。身体健壮，做人体力强。面对起是那样不一等分那边成的是我，爱的根是我有神那盼，是所有个人心目。天上的真神哪有作证？才给托拉子主耶稣。救人的救是我有本那种。咱做来祈祷，我特别上来，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阮无论何劳，客家也是阮族民，手牵手，心连心，散网来打拼，为着阮的宣告，为着台湾搁较侪人，搁族群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将一切仰望你，祝你大大祝福，无论是阮本人，阮的教会上帝大大祝福，就上加你恩上加恩，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摆。总是因所有袂信的，减通会求救伊；所袂听去的，减通会信伊。若无人传，减通会听去。罗马书第10章14节。总是因所有袂信的。减通会求救伊，所袂听去的，减通会信伊。若无人传，减通会听去。罗马书第10章14节。参加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54首，圣诗554首，请起立。
坐。奉献，请徐伟新长老、徐光宇长老、曾启阳长老、赖一家执事、庄博雅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客家宣教奉献主日，派赖德清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赖牧师也请兄弟关心甲奉献。第三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集会，请中集参加。第四点，今仔日下晡2点。要继续举行建堂委员会，请顾问甲委员参加。第五点是双年大学伫8月15号，即礼拜5早起10点要举行返校日的活动，邀请叶阳珍老师来带音乐律动，欢迎兄弟参加。第10点教育组定伫9月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第一场礼拜了后，就是11点的时阵要开办成人主日学课程，4个月共4场，由郭宗林牧师主讲，题目是经文与新闻。第一场就是9月第一个礼拜，就是伫9月7号，欢迎兄弟踊跃参加，有用到等请等下会当伫迄个公布栏来登记报名。继续请牧师补充报告，加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今仔日欢迎客家的赖德清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甲咱来讲道。伊即时嘛要送教会一块客家花布，所以由我代表来接收。这是阮的圣餐布，其实阮是圣餐的时候使用哈。对。
好，即是咱来公道，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特别咱今仔日是听见客家的需要，咱也特别为着客家的宣告来祈祷。那么为着这宣告书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咱设教音乐会的事工，还未报名遐这嘛欢迎咱紧来报名。嘛为着欢迎的姊妹语文，为着身躯欠安的伫厝里疗养的幼春节、临水长老公鸡节、道明兄、苏慧姐、金盆姐、雨婷、阿卡姐、民主姐、方梅姐、丁友兄、俊成兄、以礼、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吼，咱嘛为着明道兄也祈祷吼，伊跋倒安，跋甲规个面拢是吼，啊骹嘛吼，啊手嘛骨折吼，咱恳求主会当嘛一紧紧来医治伊，互咱开喙为着咱遮兄弟姊妹，和为着遮事工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伫遮会当听见客家的需要。主，阮真正是欠客家的债，恳求你帮助，互阮伫祈祷、伫奉献的顶面，会当搁较侪来成做因的支持。主啊，恳求你保守伫客家宣告的遮教会、遮宣告师，也想是互因智慧来客家的乡亲来传福音。阮也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阮看见真侪个所在，因为有人所制造出来的混乱，也是遮因为人的破坏天气所造成的遮个灾难。主，阮恳求你的赦免，你的扶持，也互伫灾难中保的遮个人会当紧紧会来徛起来。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保守阮的教会，伫阮今年要进入150年的安尼庆祝的时。恳求主你保守帮助，互兄弟姊妹做伙会当欢喜来庆祝教会生日。主也恳求你保守阮遮所做的事工，互阮所做的事工有上帝你的支持。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欢迎的语文，也是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恳求你拢保守看顾，互因有平安，也想是互因厝内的人会当有智慧、有气力，会当来帮助。遮照顾因遮厝内的人，主，阮将阮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念信诗397首，信诗397首，念诗了，请陈牧师接导，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姐。